在地人在地情，继续来看婚林议论这位建筑师李义峰，发现家己的兴趣是做甜露的点心。2年前回乡招妈妈开工作室，严选着天然在地食材，为在地乡亲的健康监督把关。 李义峰为高中就是读建筑系，出社会了后，嘛伫咧事务所做几年冬，也毋过拢无兴趣，所以就走去咖啡厅做。结果却发现做点心这是家己有兴趣的，伊就转来理论家己开工作室，即马和妈妈2个人做伙伫咧营业。高中的时候就是念建筑系，然后毕业之后就去台北，然后之后就是选择就是去一些服务业、咖啡厅做，然后还有去甜点店。为着人客食健康，因对食材拢特别敬佩。 而且买选用在地食材，严选一些比较健康的食材，像日本的面粉啊、法国的奶油，然后也会用一些云林在地的食材，像是哈密瓜。李义峰希望少年仔若是有家己的专长，会当等于故乡试看卖，唔惊困难，用家己兴趣拼出新事业。 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